我實現，一齊挑戰第52呀！我發現我好飽飽，我今日我實在我有話要講咗個搞笑啦，我自己食完咗可以同埋我有成晚一齊咁樣，我自己食完，我自己同埋一齊瞓覺。今日我有好早起身，然後準備早餐俾阿仔，然後仲有同哥哥合作，同老公合作，仲有睇阿仔有需要嘅時候，我有好好咁陪伴，有同理，有傾偈，有認真對待，有尊重。喺拜拜。之後我仲有復盤，係咪叫復盤？複習有問阿仔意見，然後亦有同老公，令我哋揾到嘅榴蓮啊，親我。跟住仲有一齊食雪糕，我哋用好特別嘅方法運雪糕。自我實現，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爽。如果中意就 like share 同留言啦，拜拜。